係啊，卡呀，我係薯餅小王子。我係枝竹火腩飯。相隔7年 ，Chef 勒蒙同老麥再度聯手，嗰個當年風靡一時、討論到冇停過嘅風味安格斯煎蛋肉醬包，今次重磅返嚟啦！7年前我哋冇食過，係咪真係同傳聞中講嘅咁正？我哋即刻去試試佢。果然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。一聽肉醬加漢堡，多數人第一反應都係：咦，咁怪嘅？實際食落先發現，居然有學校午餐嗰種肉醬撈熱狗嘅童年 feel。肉醬俾得幾多？有明顯嘅蘿蔔粒同埋洋葱粒，一口咬埋個煎蛋同肉餅，味道非常之飽滿啊！肉醬嘅味道未散，蛋黃醬嘅甜香就已經湧上嚟，正正就係嗰種熟悉嘅 M 記味啊！先鹹後甜，令成個層次會更加豐富。今次試食全場 MVP 冇得輸，醃得非常夠味。食完一隻已經想食第二隻了。如果花椒嘅麻勁係可以再出多少少嘅話，真係完美到冇得彈啊！唔使估估下啦，聞落食落都係蜜糖 BBQ 味，香口得嚟唔會太甜。今次嘅飲品非常之驚喜啊！橙汁味好濃郁，雜果粒都俾得幾多，比起之前嘅雜果賓治冇咁多嘅氣泡，飲落順好多，冇咁確口啊！